近能够用台语输入，台语也听得懂。讲台语的变文字就安装讯飞输入法。现在搜寻，在 Google Play 搜寻讯飞输入法，迅速的迅，飞，你看要简水字的飞，简水字的飞，讯飞输入法，讯飞输入法，结果跑到这里来。讯飞输入法跟搜狗输入法有没有一样？为什么搜寻讯飞输入法，结果跑到这里？WeChat 就微信，我们对话，我们聊天。搜狗输入法先安装看看，搜狗输入法。我这找不到讯飞输入法。这也没有办法做，搜狗输入法。为什么没有讯飞输入法呢？右上角 WeChat 微信聊天，按喇叭，按这个声音，按住说话，按住说话。真的嘞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按住说话。
我们要正在对话中才会出现的信号输入语音输入，然后按语音输入，然后再找左上角，可以选那个输入法，改为信号输入法。另外还有什么搜狗？有搜狗输入法，搜狗输入法，有下载安装了 Google Play 商店。下载安装。使用中那个提醒怎么用呢？短片动态。短片动态是这样的。短片动态。QQ 啊，你看这个没有办法注册，说要有新版的，没有办法注册。重新移除要重新下载安装，注册都没有办法注册，说要有新版的程式，没有办法注册。搜狗输入法。搜狗输入法是要用来做什么？妙招歌友，妙招歌友是有提到的。让对方回复信息，会立马让网友对方马上让网友对方回复信息的方法，加上搜狗输入法，加上搜狗输入法。加上搜狗输入法是要让网友立即回复信息。搜狗输入法可以让网友立即回复信息。长者用微信时加上信徽输入法，使用语音输入可转成文字，会转成文字。包含闽南语输入呢？连闽南语都听得懂哦，连闽南语都听得懂，这么厉害呀！用语音输入就不用看那个小小的字啊。转成文字也可以包含闽南语输入，所以要用讯飞输入法。有在 Google Play 下载安装了？没有，搜寻讯飞输入法，进去看到了有搜狗，奇怪，怎么没有讯飞？没有那个字啊？现在用搜狗试试看。
QQ 下载安装注册没有办法注册，台湾这边没有办法注册。中国台湾应该说中华民国台湾。有这么多，安装太多，运作就比较慢了。现在要找信徽输入法，它不叫信徽输入，找不到信徽2个字，有找到搜狗输入法，搜狗输入法是让对方会立即有立马，会立即立马，回复。搜狗输入法，手写 Google 手写输入法 ，Google 语音输入法，台语的你看，还有用台语的，可用的虚拟键盘的，很多虚拟键盘，台语的也有键盘 ，Google 语音输入也有语音键盘，你看 Google 手写输入也有。搜狗输入法，按一下，搜狗输入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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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有台语输入法，研究看看。注意，变更键盘，还要变更键盘，麻烦了。反正 Google 中文注音呢，要变成 Google 输入法，太麻烦了在大陆要适用 Google 输入法，搜狗。